因為耶穌佢話乜嘢？我同你哋天天在一起，喺耶穌承諾㗎嘛。係嘅，但呢個恩寵嚟嘅，但係我哋點樣經驗到咧？所以通過呢個每日修煉太極咧，就意識到耶穌上主嘅臨在。呢個好緊要，意識到。另外咧喺個意識過程當中，個過程裏邊喺靜默當中係同主同在嘅。咁意識嘅時間咧，好緊要專注當下。所以當我喺我修煉過嚟嗰種嗰個專注好緊要。專注個動呢個動。當你專注嘅時間你就已經一個咩啊？就在主內嘅啦，已經。但係我哋時要靜，但點樣靜咧？我哋呢個方法就通過動，由動去靜，快脆。重要嘅時刻。好啦，嗱，呢個特別嘅時刻咧，我哋一齊數3、2。